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厝边。我即摆还咧扫，对，大家若是有看我的 Twitter， 哦，要是我毋若扫，我搁留片。大家若是有看我的 Twitter， 还是有看我的，我搁有啥？哦，感冒甲头壳都无清楚啊。然后看我的 Twitter， 还是有看我的，我 YouTube 敢有讲，我毋知，或者就是有咧甲我关心的人。那安尼讲话啊，有咧甲我关注的人，应该拢知影我最近感冒，所以我今日可能较烧声，啊，毋过是会当讲话，所以大家免紧张。先甲大家说节目好啊啦。伊头就去请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鸟味果水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乐山哦，足久无看，乐山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 Sandra 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 Evan， 敢是叫 Evan，咱敢是头一届见面，欢迎 Evan 来看。佮有阿创阿叔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希武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阿修多大吧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阿莲暗暝环境你来，佮有无啊？耶！然后想要爱甲我小姐问的，会使留一下话，我会甲你小姐问。好，大家头拄咧讲啥？有一种组队打大魔王的感觉，感觉呢？你嘛是做伙要来甲我拍的，要来甲我争的，敢是安尼？着爱这样拍哦。大家拢喺替迄个今日来应征的人加油呢。乐山嘛有话加油 ，Evan 嘛有话加油。伊头就去车，即个做公平，叫三位拢加油。佮有喜有，佮有来看到来啊！高早哦，你当去唱笑。三位今日加油！火炙感冒食久点啊！我即届足严重的呢，我即届毋知影是安怎，差不多拖一礼拜。火声音听起来足无好对啊，听起来应该是足严重。我家己听到感觉怪怪。我前几工搁较凄惨，我前几工讲话声都袂输迄个。这敢算是一种歧视？应该无啦。我前几工讲话声都袂输迄个国中的青少年咧变声，有时会破音，有无会 crack， 就是讲话会我即摆学袂出来。反正我前几工我真无都讲话，我迄时做烦恼的。佮有阿慶，阿慶暗暝環境你來，無恁是安怎咧拍倒火紙？是安怎要拍倒火紙？咩安尼？即個頂個月你嘛是安尼，佮片袂到味，嗅覺消失，這聽起來足嚴重的呢。這毋是之前 COVID 的迄個鏡頭。毋知影即馬感冒有咧流行。最近嘛有聽到足濟 VTuber 朋友嘛咧感冒的，就講毋知影敢是有啥物新的病毒咧流行啊，足嚴重的。阿輝暗暝，阿輝的感冒病毒暗暝多啥？紅色塑膠椅啊，暗暝好是咧安怎？保重好，會保重。是驚我過境落去，都毋知是，都毋知影是愛因莫娜，還是鳥味果水甲我拍倒，還是感冒病毒甲我拍倒。我即擺無足驚的啦，我其實今仔日嘛無做認真咧做工課，敢袂當安尼講啊？敢袂當安尼講？維生素 C 補起來好，我最近有咧，確實有咧啉一寡有誒無誒，迄個保養藍後誒，各種誒物件攏有開始想辦法咧啉咧食。對，我即擺閣咧啉小茶啊。看我今天聲音聽起來真的好糟糕哦，怎麼會這樣？今日角色元素除了輕浮純情，毋是輕浮我了解當時有純情啊。我的角色當時有純情的這個元素，我什麼時候有純情這個要素，我怎麼都不知道。面惡心善反差，這倒是這聲還有病弱，我有病弱嗎？我好像還好啊，只是就是有時會掉刷，有時頭痛會做嚴重安尼。維他命吃起來好會食，聽起來像參加者做什麼感冒病毒小隊，不是今天只會拍倒火機，今天的目標變成要打爆城火蛇，所以就是先放病毒進來嗎？不對吧？哪有面試的目標是把那個面試官打倒？好像好啦，也很像那種什麼，那叫什麼少年漫畫裡面的考驗嘛，要打倒主考官，幹嘛呢？可以用腳打敗病毒，病毒那麼小戳不到啦。原來火蛇不純情，對灰色敢唔純情，不是安尼講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但我覺得我也沒有特別
展现出很特别纯情还是怎样吧？不是什么聊天室讲个什么那个有点暗示还是擦边的笑话，我就怎么这样子让听不？哦不对，我会这样好，当我没说。好，对，面试官家己是店主，安尼就有可能。毋是拍倒店主要创啥？嘿，对，原来即礼拜放上一个万来感冒对啊，我对哦，原来即周放上的是足少，原来感冒啊，无原底就排足少啦，感冒就是衰，嘿，抓到没有？没有抓到，不要乱讲，没有，嘿，别卖塞人我甲会所的感情，阿甘。阿曼欢迎，敢袂当叫你阿甘，阿燕阿甘啊！你来看因录取啊未？要未？你稍等，咱这个面试都拢还未开始。早安抓到，不要乱抓 YI 阿曼欢迎来。要未录取啊？毋过面试官要倒啊？是安尼无毋对？囥伫遮你要囥啥？你要囥啥？你是要囥到迄个面试官拍倒的家死呢？灰色是浅色派还是深色派？什么意思？浅色派、深色派是什么？唔捌听过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什么是浅色派、深色派？什么意思？什么物件？哈？什么好最？呵，想无的卖想。呵，你家音很棒，请录取他，等等去领500挂画面啊！你没删掉，你领不到500啊！哦，手机荧幕哦，深色派，谢谢。浅色派这样有够奇怪，对。好，咱这个迄个头一位迄个要来面试的人吼，其实已经咧迄个准备好啊，伊头拄仔开始有咧参与咱的话题，我有听到啊，无咱赶紧甲伊放出来，多性能火盛零售安曼欢迎跟你来，什么叫火的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艺术。火少吃火蛇钱还是火三命艺术？好，我们还是赶快来那个做点正经的事情。耶，咱欢迎今仔日头一位要来面试的来宾，你好。哦耶！请问你敢袂紧张？小可紧张。好，小可尔，好，安尼。敢袂当请你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家己啊？好，没问题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私は桃時モナです。我是来自南台湾的地下偶像桃月梦娜，你们可以叫我莫娜，耶！我一开始之前我要被讲一块足重要的代志。好，你讲。就是我足紧张的时阵是袂晓讲台语甲中文的。So if you wanna have a smooth conversation with me, I think English and Mandarin is your best choice. 哦，就是大家爱去学这个英语加干嘛？是安尼吗？Mandarin 不是嘛？有干嘛的意思？等等，歹势，太多种语言，有人开始懂袂掉啊。对啊，你头拄介绍家己的时阵，佮有用到日本话，你是会晓讲日本话？我是听的，但是袂晓讲，甲我的台语同款。你台语听起来是会晓讲呢？是安尼吗？无你即马是，就乱呢。你即马甲我对话拢无问题啊。日本话我无法度，我袂晓。我就无法度甲你考验，不要紧。大家我敢会当安尼？对，我头拄仔有先讲，我要来迄个公开甲你笑，就是。哎呀！敢有感觉迄个即个莫娜的即个麦克的品质，甲顶摆听到的做无好共？因为迄个哪像迄个，咱头拄仔有先 test 过咱的麦克，迄个时阵伊练毋着机，所以即马听起来应该是加足好诶，是正常诶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就是好，这个我要用中文讲，就是
反正就是上礼拜在录面试影片的时候，就是用的是原本那一只麦克风。原本那只麦克风的里面的零件其实已经烧坏很久了，烧坏。我是玩火的女人。哦，你给我等，你给我动哎！不行，等一下。反正就是上礼拜在录歌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闻到一股，怎么有一股烤鸡的味道？然后检查了一下，哇塞，我的 mixer 跟麦克风都烧坏了。麦克风这边麦克鸡块，没错，金佳琪还聊聊。哦，哈，伊烧起来那也是鸡巴的味啊！我嘛就 curious about it。哦，你嘛做 curious about it，OK？international 呢？写到那讲话吗？听有的会使啦。好 ，OK。对，我今日有做一个问题想要问的，就是你顶回是毋是讲迄个你其实有做一张算是介绍你家己的图，啊，毋过顶回你袂记得先互我。对呢。对，你后来都有互我嘛，所以咱今日互你一个机会来互大家看一个。我准备好啊！你准备好啊？来互大家看。这要为倒位开始讲啊？还是互你家己来介绍好啊？嘛是会使啊。嗨，然后如大家图上面看到，我呢就是比较值得拿来说嘴，也不是说嘴，当做题材呢，主要是这3个。那第一个就是常年涉猎独立音乐圈的部分。不瞒您说，我其实是个听团仔，我也是个玩团仔。在梦娜成为地下偶像之前呢，其实是玩乐团的。为差不多10年会开始。我就是你是做10年的。10年，无遐久啦，无遐久啦。你嘛要做一世人的乐团上？我是想要安尼做的，但是真正是就开钱的。梦想拢是爱钱的。无唔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其实梦娜是当欧他，就是当粉丝起家的，所以我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当偶像的目标出发，是当偶像真的是纯粹误打误撞不小心实现的梦想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2种身份的切换去解答大家蛮多问题的。第3个比较特别的是，我是特殊学制的参加生。所谓的特殊学制呢，比较不像是大家传统听到的高中、五专或者是高职，我是自学生，完全自学生，没有跟学校合作的那种。所以呢，我时间上面的安排非常的弹性。那如果就是在场有就是亲戚朋友，或者是甚至就是自己想要走自学这条路的，就是之后也可以就是来我这边，或者是我就是活学开节目，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谈谈所谓自学这件事情。好酷哦！所以你现在要是学生？我现在是学生。还在需要读书的年纪。所以你就是有家己的可能爱倒落的活动，毋过你嘛是爱家己排时间，就是读你的册就对。唔对啊，其实我感觉今嘛较轻松，比我咬到舌头，比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还要轻松很多。I have a lot of time to do a lot of things。比如讲来参加面试之类的，大概你一世人，你做想要做一世人的乐团，做一世人的 idol。但是你差不多讲你原底是做乌塔，请问乌塔敢是乌塔库的意思？嘿，对。是安尼来的哦。嘿。可能做侪人拢是先做迷将，先做 fans，才来变做可能表演家的这个身份。我嘛想要问，就是你是安怎会来做 VTuber 啊？我
我是安怎？因为我想要做一个足特，我还是不要讲。I wanna be a special person in this circle。哦，是讲对一个 circle，idol 的 circle。Both 哇，野心足大。I have a dream and it's very big. I think I mean dream. 你要做，好拍摄，要玩奇怪的梗，当我没说。哇，有人要互你加油啦！阿勤互你30块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多谢。毋过你岛内伫我遮是，我会甲钱摕去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那个，你在请我吃豆花。30块吗？即马2026年要有30块的豆花，敢有？可能就只干那豆花无聊安尼。不要紧啊，我食就会食呢。哦，你是最爱食豆花啊？嘿啊，我感觉食起来就方便。就方便，唔免煲的事。唔免煲的物件。好。毋是，咱其实有准备足侪迄个面试的问题，应该爱好好啊问一下。好，咱赶紧。好。来，我问足严肃的问题啊。好来。请问你是安怎会想要来应征这个街头访问的主持人？因为我感觉我一个人若是要做即款代志，会足麻烦。就是要安怎讲咧？我想要有一个人甲我做伙做我介意的代志。所以你想要做访问，啊，毋过你感觉家己一个人无法度做甲足满意的意思？嘿，就是安尼。安尼你感觉你欠啥？我欠啥？倒一寡方面，你家己无法度做。就这物件就是，我感觉若是有一个人甲我做伙，我会较安心。应该是安尼讲。安心嘿。安心以外，就是各项代志，你其实拢有法度做的意思。毋对。访问会使。访问会使。找来宾会使。会使。甲影片会使。应该是会使。你无确定？无确定，因为我不，我要讲什么？我没有做过很多次这件事情。了解。无定定咧教，所以可能无把握。你别安怎用？我叫我啉茶，我拄好咧啉茶，无毋对。了解。好，安尼咱来问后一个问题。好。若是伫访问开始进前吼，比如讲你有甲人约好讲，今日暗时9点要访问好啊，你访问开始进前的2点钟，你想头壳足痛的，痛到要死，你会安怎？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我很爱我的工作，所以我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让自己是舒服、准备好的状态上场。哎呦，没错。好那个哦。好哪个？面试的时候讲出来，感觉就是正确答案。我爱我的工作。我爱我的工作。哇，好巧哦！我也很爱我的工作。我是认真很工作狂的人，就是之前跟其他偶像就是误饭或者是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啊，你之后做偶像啊，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怎么样怎么这样，我就说我会吃药，会吃止痛药。我爱我的工作，没错，就是要怎么讲，我会做我100% 喜欢的事情。对，然后我只要喜欢这件事情，我就会一直做，所以我不会因为身体上面不舒服就放弃。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，我心态嗲嗲的也不松快。That's basically the definition of workaholic. Yes. 完全就是工作狂。没错。OK. 安尼拄好，我要问的是，你有啥物缺点？心态就歹。好，你拄好会使连起来。心态就歹。我是。我有啥物缺点？偌严重。我小可变大。小可变大，安怎讲？
就是我足忝的时阵，我会有小看片段，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要完成2个片段好了。然后我如果那天真的累到我觉得我的精神力没有办法支撑这件事情，我会变得很懒惰。懒惰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做这件事情，是我会拖很久，我会拖到 deadline，然后再把它做好，然后再交上去。这应该是我觉得算我蛮大的一个缺点，因为我是死线战士，我超常压死线的。啊，毋过即摆迄个投迄个履历，你是头一个投诶。所以我就很意外啊！我原本以为我是最后一个。啊 ，OK， 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是认真的吼？我先感谢一下伊利的功劳，感谢伊利降落多谢伊利的功劳，感谢你带大家来看咱的面试现场。我看到那个体质的传承，好好笑。体质？什么体质？应该是指那个访问者跟访问者之间体质的传承。是安尼哦。拢经迄个共款熬破病，敢是安尼？熬破病。其实要安尼讲，我后礼拜嘛破病。袂使啦，莫别讲，袂使。有小可迄个感觉，你知无？啥意思？你刚刚你开始差不多要感冒啊你？嘿啊。哈？哪会安尼？我还记得我们同一天中暑。哦对，因为我迄个 Discord 哪会安尼？我还记得我们同一天中。等下。好，刚刚你 Discord 好录 back， 现在还有哪会安尼？我看一下啊，不是你，好，你小等哦。好，要来自讲到倒位？讲到咱。哦，对，对，讲到迄个啦，钓沙的时阵，因为迄个我当时钓沙，我顶礼拜吼，迄时就是我钓沙，我钓沙，我就甲我钓沙即个代志写伫我的 Discord 的迄个状态遐，我想讲，若有人要找我的时阵，伊就知影讲我破病，我都回，结果。伊就是迄个咱某娜就甲我讲，哇，我嘛钓沙，呀，你怎么也中暑？对啊，之类的。佮过几工就变做哪后痛，伊就佮甲我讲，哇，你哪会嘛哪后痛？我想讲是安怎啦？是创啥？是安怎拢咧破病？遮个人，太健康不能当监访主持人。是这样吗？是安内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有严重贫血，不是录取标准没有这个。我超常流鼻血，我是流鼻血大师。没被逼这，没有逼这个。是什么量子纠缠对吧？那哇，感谢建中老师，佮上出一个汇集，感谢建中老师来送一个汇集啊！建中老师那也无留话，建中老师阿曼欢迎你来，原来如此，要提多多，不要再做奇怪的笔记了，迄不好。好啦，好，我要来问一寡迄个敏感的问题。好，来。这种问题吼，大家伫迄个做访上可能拢唔敢讨论的，你感觉南部的粽甲北部的粽有啥物差别？北部的粽就是沙丁的油饭。好，我真满意。毋是你是南台湾的地下偶像。没错。讲到粽子，我想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梦娜的老家是在其实是在一个蛮偏僻的地方。然后那天端午节回家吃粽子的时候，跟家里的长辈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我们那一个地区啊，是一种特别的粽叶，然后那个粽叶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。我觉得超酷，因为确实我记忆里面的味道，就是吃粽子的味道，跟我去外面吃粽子的味道确实不一样。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是叶子的差别。对不起，你那个叶子是可以吃下去的吗？不行。我叫是，因为那个我怎样关注面的粽，大马戏也塞啦。那个可以吃下去，应该吧？
哦，你硬要食嘛是会使的对。啊，什么叶啊？你家己唔知？好像月桃叶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因为家里长辈也没有跟我说那是什么样的叶子，这样子。哦，趣味。哦，你知影无共？哦，安尼后会当问讲到底是啥物叶？哦，好，过来咱上尾一个，就是面试一定爱问的，这个叫做考验你的智慧的。来，咱有8粒外观相同的球，其中敢若有一粒球比别粒较重，你敢会当用天平磅2解？哦，安尼你要安怎取会出较重的迄粒球咧？我可以一次拿比较多。等一下，我想问它的克数差是差多少？啊，这我唔知，非得到一粒较重。你会使一解摕唔拿一粒球，会使。哦。哈哈，还有2分钟。还有2分钟。这就是迄种人迄个网络顶面。我陪大家开讲啊，你会使豆豆想。等一下，这问题有个 bug。哦。我可以用手称，我不用用天平称啊。哈，你有遐厉害？解吗？你有遐厉害 ？This is the correct answer。我无想过会当安尼回答。我无想过。那是讲当不是拿起来就可以知道大概多重吗？啊，那就讲会跟他差几叔叔啦。他其实说嘛，也很明显啊。哦，你做厉害，所以你是迄个，那叫做啥？你是迄个食沙拉的时阵，你迄个他妈多你摕起来，你知影迄偌重？差不多知影吧。差不多知影。因为我有咧买菜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差不多偌济安尼。哦。哇，你做厉害！我真的觉得被打倒了，那会安尼？人家是来拍倒火机，那会安尼？你没有预想过会是这个答案吗？对啊。虽然我有想讲，可能会有足有创意的办法，无毋对。我是无想过会遮厉害，当直接用体就知影。哦，好。啊，如果你是要放到秤上面才算那一次的话，那我可以用手啊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要以放到秤上面才算那一次的话，我可以用手啊，对吧？对，安尼无毋对。厉害，水，胜利有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哈哈，那会笑到安尼。OK。好，感谢你今仔日来面试，请问你最后敢有啥物问题想要甲我问的？请问你洗身躯的时阵是先洗头还是洗身躯？来问这，我先洗头啊。先洗头，哎呦，应该拢是洗头的较济，因为你洗头的迄个水就会流到身躯啊。嘛是啊。对啊，你头若垃圾，你垃圾的水就流到身躯啊。我室友是他先洗身体再洗头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，因为对啊，你哪知影？他有一次用港头看，就是他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叫了一声，然后我就说，干你怎么了？然后他就说洗发水滴到眼睛，然后我就说。可是你进厕所进那么久，你现在还洗头？他说没有，我先洗身体再洗头。我就
你们说倒立洗头，我嘛叫是倒立洗头。我想说尖叫想要拔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偷看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讲出来？那个我们私底下讲出来就不叫偷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偷看了。对，你看讲出来了，没有偷看。而且你有看到我偷看吗？没有吧？不吧？不要偷看人家的偷看。对啊，不要。这所在愈来愈奇怪啊！呵，多谢。那安尼，好啦，安尼咱迄个感谢你今日来面试啊，咱这迄个录取的结果，咱另外找一天会通知。嘿，好，我知。多谢。安尼的先你会当先去休困啊。不要问题。好，安尼。莫娜，请大家和莫娜扑个声啊！感谢今日来回答问题，回答较足精彩。好，安尼就跟莫娜讲再会。啊，来，安尼咱小等拍扑啊！我今日咧扫呢，而且我根本就袂赴，赶快根本就袂赴甲我的麦克瞄起，这好在啥？毋过无法度吼，因为今仔日就想讲有甲各位面试者拢先约好啊，所以若准个要改时间，对大家来讲嘛是足困扰的，所以就今日也是照常来开，就较歹势，互大家听我即个算是哨声的嗷的声，就歹势，请大家体谅。头拄来的朋友，我先来甲大家小借问一下。好，安尼咱袂晓看字。咱希斯体阿妈环境你来，阁有哪字？敢是叫你？敢袂当叫你阿昌？你介绍家己的所在写阿昌。阿昌阿妈环境你来。阁有爽。对，应该拢有小少问有问到吼，很有磁性，感谢安尼。有人叫我啉茶，好啉一下茶。莫那再会耶，再会。会啦，会保重。等下有啥物老话无回到的，对，所以落尾变做是用家己的手来磅迄个重量，这我也无想到，我头拄听起来讲，莫那真英语真足厉害的呢。叫你长啊就好，长啊慢环境，你来看。那莫那虽然伊讲伊紧张的时阵，可能就无法度讲台语，会切做英语，毋过英语真足厉害啦，我有感觉。我头拄就是小可有嘛是用英语甲应喙应字的时阵，就真拢做顺利的，就是真即个。我会当想象讲，莫那若是要甲英语为主的 VTuber 来交流，还是采访的时阵，应该拢是无问题。真是厉害，足在种的。而且今日即个伊麦克的即个声真加足清楚，真听起来就是大家应该拢会当听到伊。就是讲话嘛是要安怎讲，听得出来就是活泼，若是要来做即个街头访问的节目的时阵，应该是足好看的。嗨，我做人 Sugar Wolf， 暗环境你来，小可爱的图的花枝，无动无动我无叮当哦，我看者，我袂跳吼。这伊啊对啊，即张古水吼，即张是阮阿爸迄个欧拉夫老师画的，有影古水，无共体系，我感觉就是因为顶回大家若是有看到咱即个看大家努力，即个节目都会知影讲，即个大家人即个尊重拢无啥共，所以真正就是。要安怎讲？要为3位内底拣一位出来，真正是足困难的代志。
因为3位拢有足才情的所在，对。啊，这咱小等阁有2位面试者，咱小等一定拢看会到。哦，夭寿，安尼啊，烧声烧甲足严重，专长哦，讲毋对，专长嘿，是专长，还是我无读册，对，安尼咱后一位面试者嘛准备好啊，安尼咱就通好来邀请伊来，这个接受咱的面试，嘿，大家专门的所在拢无共对啊，无毋对，嘿，好，安尼咱来 ，Hello，欢迎啊，晚安。米拉桑，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。大家好，我是爱英律师，我是依依呢。Hello， 茵茵，欢迎。原底想要请你介绍一下你家己，毋过头拄仔敢有算介绍？有啊，好，我是研究社因的魔法小女，即摆的 YouTube 还有图奇拢有开台，欢迎大家来甲我订阅赞7.0。哦，对，大家若是想要知影今仔这个做来面试的3位朋友的频道，拢有伫迄个说明栏内底，会使去说明遐会当找到。冒烟安安。伊想要讲啥物？挂号删掉拿500。买个挂号删掉拿500，无500他摕啊！你无准备哦？无啊，当然嘛无。我有甲伊讲啊，今日是遮哦，今日开台哦，爱给你看。咱这个2026的这个行情应该才开始500，无啦，开始我袂讲。我袂讲的。你这有拿有500，毋是互我啊，要互会记对无？啊，等于我无啊。要乌西，若要乌西，还是安怎？应该是你的观众爱互我500。对。原来是安尼，大家知影。好啦，互你一个嘛，因是想要嘛尔。是人甲你讨，你就拢会互嘛。你嘛爱，你好嘛会使啊。你毋是这个意思，毋是这个意思。莫，大家拢伫遐遮制作到会哭笑。嘛到有500，经济学的对啊，比出的是安尼无要安怎趁钱。哦。那咱沙托利阿妈欢迎你来看人接受台语的面试。我建中老师也是看因的 Discord 通知才来的。哦，所以伊即摆嘛变做你的观众啊？对，应该吧。无啦，拢有看啦。拢有看啦，对无？伊敢有甲你莫我袂讲。问一寡较正经的，咱今日为着对，这拢我的问题，拢我咧黑白问，歹势。咱这个有一寡面试一定爱问的问题啦。比如讲，你认为你家己上大的优势是啥物？我头前这2粒足大。目睭呢？还是睭？伊个会可以，这拢足大。目睭甲睭拢足大。你看，你个会较大。无啦。好啦，我讲认真，就是我足够讲话，我毋敢，我袂惊啦。就我甲每一个人拢会使讲话。看得出来是无咧惊。对，我看你感觉比我搁较惊啊。因为这是我的频道。然后变无去是我的频道，变无去。应该无遐严重啦，应该是无遐严重。无啦，你若要变我较早就变啊咯。这个就是人咧讲的社交恐怖分子。对，我拢讲我社恐，然后我朋友就问你敢有社恐？我有啊，社交恐怖分子。就会是安尼，但是毋是安尼。今仔日来这个来应征的这个人是恐怖分子。我看你是较避暑啦。我拢做这啥？我拢做
做温柔、做文雅的、做避暑的，我文弱书生呢，嘿，好，不然，搁咧黑白讲，嘿，若是有想要看迄个无温柔的，就爱买我的会员去看会来啊，紧走。内底拢黑白讲。嘿，内底拢咧，无啦，无色情恐怖分子，无啦，社交恐怖分子尔，就是你若去摆摊的时阵，你只要经过我面前，我就拿一张名片给你。哈，所以你真正会安尼？有啊有啊，哦，有啊，我有去摆摊，就每一个经过阮头前的人，我就对伊安尼做，然后人家就不敢经过。这敢是你的目的？阮头前就一个半圆都无人，奇怪。我无要甲你食，我只是想要互你我的名片尔。你甲人拢赶走啊？无啊，我只是互你我的名片尔。哦，是分子，讲毋对，嘿，社交恐怖分子，嘿。社交恐怖分子对。有影恐怖。好，咱所以讲倒转来，你上大的优势就是你无咧行，对，我甲每一个人会讲开讲，你街坊就是爱甲无实在的人开讲啊。你若拄着迄种袂晓讲话话，你爱想办法叫伊讲话嘛，想办法找话台，爱看伊会接无。找话台哦，毋是话台啦，话台，毋是话台吼，火车已经到话台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马口已经红。迄叫话台。哦，话台我知影，话台。晚安，我头袂晓动，有时阵袂动。即摆好啊。哦，所以你是有即種經驗是，就是甲較袂曉開講的人，就是足濟啊！哦，足痛苦，其實足痛苦。就講，譬如講，是你做痛苦啊，是對方做痛苦？我足痛苦的，我足痛，對方可能嘛足痛苦的，但是迄毋該我的代志。你無負責迄伊的問題。迄毋是我，譬如說土袋，就你請人來你的土袋。我有準備足濟問題要甲伊問啊！伊講無兩句就無啊！我就一直問你覺得怎樣啊？然後呢，我就要想辦法幫他挖啦，一起。確實，對啊。但是有的人只去別個人的台就足緊張的。對啊，有時是緊張。是敢若莫緊張啊！你去別人的台，你就是要去宣傳啊！你若緊張，你要哪宣傳對無？對，有些人緊張，咱其實真正是會當用一寡技巧，互伊較袂緊張。嘿，這聽起來你是足有經驗的啦。這樣足濟。可能你投資嘛是有拄着較濟的意思。毋過可能是因為我想夠講啊，我感覺每一個人攏袂曉講啊咧。為是安尼講誒？可能有可能。有人講伊即馬足痛苦，有人講伊即馬真痛苦，攏毋敢甲因講話，是安怎？是安怎人毋敢甲？莫，傷恐怖。哪有誒？伊即只上愛甲我講話啊，拍麻將咧，加一，啊若輸啊，我要血池，我要再來。哦，繼續拍。我啊，你輸啊，對。那有毋敢甲我講話。若陣吼，真正要做街頭訪問的時陣，若陣有 PNG Tuber， 因為之前大家若有看我的街頭訪問的系列，就可能會注意到我毋捌訪問過 PNG Tuber， 所以我想要問，若陣有 PNG Tuber 伊私信問你，敢會當報名來，歹勢，報名來接受訪問，你會安怎做？會使啊。你會直接甲講會使？嘛是看伊的狀況啦，但是伊佇 PNG 嘛，一定是拄開始。對啊，伊拄開始，但是伊敢安尼講，我感覺足了不起的。伊敢去甲人講，我想要甲你參加，我感覺這是足了不起的代志。
哦，了解了解。啊，而且就是阮嘛是拢足细慢慢仔做。我会想讲啊，若是我足细的时阵，有人会当甲我斗相共，我会足欢喜。所以若拄着即款人，我会讲好啊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因为我足细汉，毋是足细汉，拄开始做的时阵，嘛是一种细汉，就是拄开始做的时阵，嘛是拄着足侪人有甲咱斗相共啊。我若是以后有拄着拄开始做的米，伊若爱我斗相共，我拢讲会使啊，对无？你甲为去找人，别人讲会使甲我斗相共无？我感觉足了不起的，所以爱甲伊鼓励一下。哦，所以你进前做你家己频道的内容的时阵，敢有拄过，就是较就是啥？我一句话拢无听到咧，完全拢断了了。断了，我看一下。对。是安怎？还是我电卡？即摆听起来敢是正常的？即摆阁有啊。即摆阁有啊，好。即摆阁有啊。我想要甲你请教，就是你进前做家己的内容的时阵，敢有拄过，就是较细尾的 VTuber 嘛是，像你头拄仔讲的，可能假批甲你讲想要甲你合作，你敢有拄过即种的状况？无咧，是我去甲假批。哦，你去甲较大尾的假批？毋是，我去甲较细尾假，大尾嘛有，就是种譬如讲一个人联动。拄着迄较大尾甲细尾拢有诶，就甲伊宣传说我有啥物活动你会使来，伊就会讲有兴趣，就寄批回。了解。结果我寄批回，无，我毋敢去，不要紧啦。我有闻到迄个社交恐怖的气味。对，我有一摆讲有办迄唱歌还是降落，就是一个人唱完降落去别个人。我有邀请伊，本来讲好。因为伊想要来唱歌，但是伊看到伊袂使降落，不要紧，你头前，你就免降落，你头前你来我的频道，你就免降落，解决。哦，厉害。对，所以无人甲我寄批互我，无我寄批互人。哇，有人讲，现在拢无人要寄批互我，奇怪，我会讲好啊。我感觉。可能足侪人，大多数的人较毋敢，我家己是安尼感觉。毋管是要邀请较大尾还是较细尾，可能大家拢较毋敢。较大尾真正是足歹邀请，因为伊无闲，伊常常看着批毋知偌几工过去。是安尼无对，不过还是会当问看觅啦，寄批就免。会使问看嘛？对。无毋对。我今日是来开讲，你听起来完全袂紧张。你毋是来开讲的，我们是联动嘛。是安尼无毋对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对，其实面试的时阵，我感觉自信嘛是足重要。你看起来若拢足紧张的人，可能较要是互你迄个紧张的迄个情绪去影响着啦，可能就无都完全。我感觉你搁较紧张。我啊。对啊，你看起来更较紧张，我袂紧张。无啦，我无紧张啦。我若紧张，我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毋知我哪后会当冻偌久。你想啥最严重诶？这嘛无法度啊，这着家己说咩？毋是讲安尼请 PNG YouTuber 食饭，爱安尼哦。这无啦，恐怖诶！我问伊讲，你要麦克风无？这嘛是真恐怖。我有一套二手的要卖，真的。想买当找我。你要纯刷宣传的意思就对啊。对。哇，来面试啊，面试到一半都问讲，我物件要买，你有要买无？买无？PNG 会要买无？大家若是有物件，毋知要为倒位甲卖掉，毋是，就去参加人个面试，毋是哦，毋是哦。讲笑诶，好。咱来问一寡迄个啦，节目面试者的问题哈。你讲单火季上大的缺点是啥物？上大的缺点，你伤紧张啊啦，莫遐尼紧张，你足够的，真正我感觉你足够的，莫遐尼紧张，真的。足厉害呢！我原底想讲即个问题有够歹回答，你竟然，哎哟，
有人讲甲即支笔卖互我，你有画面试毋是拢会有画面试是会问即种诶？诶，即位新朋友是你嘛号做莫娜，莫娜阿曼欢迎你来，嘿，好，国家倒位，歹势，即个面试官真正咧感冒，嘿，好来问较敏感的问题。来，请问你认为火锅敢会当下蚵仔？会使啊。足好食，我足爱食蚵仔的。OK， 我有捌特别去食过迄蚵仔牛奶的火锅，足好食的咧，真的。蚵仔火锅。我袂想，因为食无爱，我知影即食无爱食蚵仔，但是我足爱食蚵仔的。送甲我下好下满的，蚵仔拢互因。蚵仔拢互因，毋过我蚵仔爱食甜的啦。其實講火鍋是鹹的，我是感覺無遐爾適合。毋過我嘛是感覺伊好食，我是感覺伊好食。但是我若家己買，比如說我去菜市啊，家己買菜我煮，厝裡家己煮，我就袂渴。我若買蚵仔，我會家己吹互甜的，吹互熟，加糖。加牛奶，一定要吹好色啊！若无色会落屎呢，不是落屎，安尼讲走北。蚵仔吹好熟爱足久诶，你电锅爱试2-3摆，爱2-3點鐘以上。安尼聽起來你是有足濟煮蚵仔的經驗嗎？哇！而且你愛上尾啊才會當下燙，你若頭前下燙，迄個蚵仔永遠袂軟，永遠是當你愛軟誒才下燙，無永遠是長誒。你是？真正做夠煮蚵仔呢？真正足愛食蚵仔啊！這都袂輸佇迄個你去 Apple 面試的時陣，就講哇，我迄個 Google 的手機有夠讚 ，Android 的讚，太過分啊！你是對啊，毋對？對啊，我少過分，我知影，因為你無愛食。不要緊啊。不要緊啦，不要緊。原底無要問即題啦，請問迄個你感覺北部的粽甲南部的粽有啥物差別？水煮糯米真正是足恐怖的，我無講足泰國已經足好，伊是足恐怖的。我知影，即只是南部人，無好多，我是北部人呢。我就感覺下港粽就無好食，下港粽就軟。安怎？看下港人無哦？無，我跟你講，阮阿爸就是下港人，但是阮阿母是北部人，對，所以阮攏講阮阿爸是外星人。我好夠貴。你敢若以為食下港粽呀？我攏食北部的粽。所以伊就講阮恐怖，阮講伊恐怖。所以恁五日節的時陣，你會各人食各人的粽。就阮會食阿嬷包的，阮阿母會去特別買下港的粽，互阮阿爸食。哇，愛安尼哦，對啊。感情足好的呢。無，我一定上好食，因為我是阿嬷包的，我冷凍夠一粒，我特別去甲阮阿嬷摕阿嬷包的。阿嬷的愛是一定好食。對。嘿，阿嬷若包蚵仔嘛是愛食。對。無阮阿嬷的肉粽內底攏是山肉。你去外口買，敢若一塊爾，一塊香菇，一塊肉足少的呢。阮阿嬷的粽拍開攏是肉。嘿，你一看就知影阿嬷包的。無，所以我會絕對贏，即塊我絕對贏，因為我是阿嬷包的粽。人講你好，我食淡薄啊，嘿。食淡薄。會當體會，聽用講的，兩個人足好食的。對啊。毋是今日毋是要來賣粽的。無，我無賣粽，我剛存一粒的，足寶貴。嘿，足寶貴。這阿嬷的愛袂當分互別人。對啊，一年才食一擺，愛食明年到有包的時陣才有。嘛是。好，安尼咱來問迄個，就是迄款足困難的問題。請問，有三個箱啊，一個敢若缀蚵仔，你上愛的蚵仔，一個敢若缀馬鈴薯，其中一個是兩種攏有，
哦，啊，箱仔顶面拢有大纸做记号，毋过全部拢打毋着。你敢若会当为一个箱仔内底摕一粒出来，要安怎敢若看一粒，就拢甲大纸拢该做着的。这一个足复杂的问题。我会当拍开，一个箱仔尔，会当拍一个开。嘿，你敢若会当开一个箱仔，为内底看一粒。我其他会当摸无？其他的你袂当摸，袂当开，嘿。箱仔会当摸无？会当摕起来。哦，你搁要感受伊的重量啊你？对啊，会使啊，会使啊，会使啊。嘿。想看来。你的目睭内底若是有斗电光，会当看，会当透视过去，我嘛是替你无法。我喺想啦，应该是拍开一个啊，你就知影伊是啥吧？啊，两外一个，啊，拍开一个，若是蚵仔，啊，迄个一定是有一个是马铃薯，一个是两个拢有诶。啊，两个拢有诶，若是摕起来应该是摕起来是无共款啊，应该摇一摇，声音应该不一样，因为内底有两种啊。哦，所以你讲，对，安尼是拍开啊，就是两种。迄就较重诶，蚵仔应该较重。蚵仔应该。蚵仔拢较大粒吧？蚵仔拢较大粒吧？蚵仔比马铃薯拢较大粒，所以伊诶声音应该嘛是无共。啊，不过迄个马铃薯是毋是会当放较济粒入去？若是较济粒，系啊。重量称重就无准。对啊。哦，我看过诶，我看过类似的题，可是它是电灯。哦，电火啊，电火要安怎？电火伊是楼顶有一拍电火，啊楼骹有三个开关，啊其中有一个是伊诶，啊伊诶解法是你伫楼骹先开一个，啊你等10分钟。了后，甲伊关起来，啊，拍开第二个，啊，然后你伊个大部的时啊，有你刚才会当起你一摆，对，就是你先开10分钟，第一个先开10分钟，啊，然后甲伊关起来，啊，开第二个，然后你去顶悬看，若你去顶悬看，若是光的吼，就是第二个。啊，若无光的，就是第一个啊，佮有第三个，你就无看卖。若小的，就是第一个；无小，就是第三个。哦，这嘛巧呢。对啊，我想讲这应该是啊，这无开关。共款，有小可共，但是无遐尼共。共款的所在就是有3个。对啊，会当等咧水底无？我无讲袂使啦。是无讲袂使，顶级应该也浮起来，我应该会顶落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应该是，我想，我顶块洗蚵仔是洗参考的。蚵仔啊，但毋过毋对啊，蚵仔袂使洗，蚵仔若洗你的手会痒。哦，是安尼哦。蚵仔下皮你手会痒，所以蚵仔下皮你爱先吐手了啊，连头为皮。做会下掉，头甲皮做会下掉。你蚵仔专门科的，这蚵仔专门科的啦。袂甲蚵仔摕去洗，所以袂甲蚵仔摕去洗。但马铃薯你下皮真正爱洗，伊对啊，伊等去水里浮起来咪就对啊，无等去水里啊，水底啊浮起来就是马铃薯。啊是迄个你等去迄个，但是伊有伤啊咧。等去油内底，啊迄个拿出来，拿有迄个薯条的香味走出来，就是马铃薯。我后一个就要开始想诶，去煮诶时候啊。好啦。偏芳诶。偏芳诶嘛是一招啦。对啊。好啦，安尼咱把握时间，咱最后吼，你敢有啥问题想要甲我问诶？问题哦。
正常爱问讲，这啥物时阵才会知影结果？哦，面试的时阵会问这个。对，啥物是安尼时阵才会甲我讲？我正常的，我会甲你讲，你去看柯南了没有？哈，因为我今仔日去看柯南，我拄一只转来。哦，后回我若要去应征头路的时阵，我就去问讲，你最近敢有看倒一出？无，那是面试啊，甲伊讲安尼啥物时阵会甲我通知啊？若无会甲我通知无啊？薪水偌济啊？若你来，我要做偌久啊？爱做偌济啊？好，安尼，歹势，安尼好，当时的通知哦，原底是想讲互阮2工，毋过我即个身体可能爱加2你工，开好，休困，可能3工啊4工了后，我会做一个上尾的决定。你还没看？今年超好看，我就看2遍，我今天看第2遍。这个状况就是迄个咧面试面试了迄个应征的人，迄个行出去了后，就开始变做好朋友咧开讲，嘛袂歹啦，隔壁来开讲，嘛袂歹啦。你真正会安尼哦？你真正是写到恐怖分子？会使啊！真正会安尼？有够恐怖的。无我甲你讲，我为什么我会安尼？因为伫网络的世界，你若讨厌这个人，你就甲伊封锁，你就永远袂看到伊啊！伊嘛毋知影啊。所以你拢无咧惊讲互讨厌了，对啊。对，因为你要甲伊 say goodbye 就简单诶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什么我录取了唱了，我才不爱唱，我已经唱过啊，我古早已经唱过，你去翻古早，毋知倒一个，我嘛毋知倒一个。好，那个有爱听的家己去吹。你家己吹。安尼咱这个时间有限，咱就先甲这个做到社交的这阵请出去。完了，没有宣传，可恶。你要宣传一个啥物无？好，下礼拜3，拜3有歌会，然后还有悉尼维亚一起举办飞哥与小佛10大金曲歌会。我听起来都注意嘞。对，后礼拜3要休啦，总共104天的暑假开始了。哦，原来是因为安尼。对啊，7月1号，拜3是7月1号，7月初1要休了啊。是安尼经日子的。对，我是安尼记日子的。下礼拜3会有歌会，飞哥与小佛10大金曲合唱歌会，欢迎大家来看。拜3按时8点。好，安尼咱的。感谢个拜拜，大家甲因拍扑啊，耶！多谢大家，多谢因再会。哦，我哈哈，愈来愈严重。先甲大家讲一下话，奇怪，头拄是毋是有送无小少问着？敢有咱叫你阿发？地发？敢有咱叫你阿发的？阿发咧，阿妈环境，佮有 Stitch Blue 要安怎甲你叫？Stitch Blue 阿妈环境你来，火箭保重 AAA， 迄个小等咱面试了吼，我就来困。有人讲啥？讲先困2工，无多明仔载爱上班，上班无多困2工，无我真都想要困2工诶。啥物会甲小仔点起来烧了了，食项马铃薯，好，完全无要参与即个对一箱是对一箱，或者迄个物件有食着就好。我来是安尼，我叫你小兰哦，还是我叫你安娜，安尼敢袂使？小兰阿妈欢迎你来，歹势，我啉伤济烧茶，所以咧拍希望大家无听着，请大家稍等者，我过来摒扫一下，互后一位要来面试的人通好入来，请稍等哦。歹势，好，好，咱留片，我留片，但无严重，互我处理者。
迄无听着，搁拍一摆，咧听我拍的哦。毋是，恁遮个人是听主播拍的，迄个快乐是快乐伫倒位？到底是安怎？好啦，因讲7月初1，迄个8点的时阵，拜三，迄个歌会，7月初1暗时的歌会，大家咱去听。伫讲啥？对一个部分，你是讲迄个有个观众想要听主播拍的，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对啊，我嘛总想要知影是安怎要安尼，到底是安怎要安尼？有嘛已经无去啊，拍的较实劲，是安尼无毋对？我有时仔掠无？无都加入去，我看者哦。请大家小等者。我看者，仔上是仔，听着拍卡手会甲主播讲塔斯卡鲁，对啊。嘿，就是你，无毋对，伊头就是你。对，因为顶回我拍卡球的时阵嘛是安尼。有时仔掠无咱观众朋友到底爱看啥物呢？拍卡球以外，阁有啥？拍卡球甲拍的以外，我哪会记你阁有其他？好，你啉一下茶，小等者。什么声？请大家小等者，我来处理一下。伸懒腰，大家会安怎讲啊？伸懒腰，对，有个人伸懒腰嘛是会出声，即种的确实嘛是。定定会当听到有观众朋友讲塔斯卡鲁，请稍等哦。春运，救金应该是初金啦，救金敢有声？应该就是咧哀叫，哀叫声好啦。我知影大家嘛是爱听主播哀叫，这我嘛是，逐回我若是耍恐怖的，嘛是安怎咧哀的时阵，大家都足欢喜的，啥物阿仔，你讲奇怪无奇怪？这我毋知呢，这敢是啥物歌？这我无听过。天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，这是歌哦，这听起来是囡仔歌呢。10分啊，咱后一位要来面试的人嘛，差不多要来啊。安尼个，咱就先来有请后一位面试者啊。你好，你哪会生安尼？你好，我应该做伫遮。会使，你坐好，你莫黑白杯。我看起来真古锥，今仔日。你莫后白伫当足恐怖诶。我伫Twitter 有问讲，敢会使穿较侪衫来面试？你讲后果自负，我想要看后果是啥物？有人咧讲，敢袂当甲这恐怖诶物件赶走？
毋是，你今日穿安尼来，你就是为着要看效果是啥物？对。再会。我大家莫笑脸我。你叫大家莫笑脸你，大家应该嘛是会惊啦。你敢真正要穿安尼？我想要甲大家知影，甲抓嘛是有伊的重要性。你讲看世间若是无甲抓，这地球就它生态系就毁了。所以你今日就是要来宣传这？对。哪会安尼？你嘿，你迄两支手真正是动甲做，嘿，做灵卡的。感谢你的学咯，我嘛真这敢有算学咯？我嘛毋知，你嘛真介意，你有介意加纸？无，毋过我介意互加纸送互人，送互别人。你介意分享阮的加纸？介意造成人的困扰的意思？对，你逐当看来阮兜看加纸后空翻。这是你的迄个 pick up 的台词哦。大家会当学起来嘿，就是要讲少的时阵，后果自负嘿。大家迄个面试的时阵，若是想要互迄个面试官留一个足深的印象，你就会当穿安尼，嘿安尼，穿安尼，看会安怎，后果自负。敢袂当请你介绍一下你家己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红菜头金龟鸟味加抓剑术。当时加迄加抓。无啦，我是鸟味古水啊。华语是我的猫猫最可爱了，因为阮兜的猫仔真古水，伊袂晓后空翻，不过伊会握手。哦，足厉害嘞！对啊，足巧的。哦。即嘛是准备出海型的 BTuber， 平常时会分享图书馆的工课来用性别议题，即嘛咧学台语，目前是用华语较济伫 Twitter 甲影片用较轻松趣味的方式来互大家熟悉即寡议题。嘛望未来当用台语来讲我想要讲的知识。哇！我看起来是一个真巧的家抓。你想要讲的知识，敢有包括即个生物的家抓之类的？若是大家想要了解图书馆的通，我嘛会使讲啊。图书馆有一种虫很少见，叫档案窃渡。大家敢有听过档案窃渡？这名听起来吓怕的。档案窃渡，档案就是档案，窃是窃盗的窃，渡是蠹虫的蠹。伊会食菇菜，它会在里面煮草。古籍很容易受损。大家通常看到的拢是蛤蜊，也是伊鱼。抓鱼。蠹虫，抓鱼，伊甲抓鱼有倒位无共啊？伊倒位无共哦。抓鱼我感觉比较常看到档案窃渡。它会筑巢，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你的
个册已经拢是一空一空的，你爱去书籍修复师，就麻烦嘞。伊伫册内底洗卵哦。嘿，对，洗卵的，可以那 Google 档案窃盗，你会看到真侪恐怖的相片。大家会惊就莫看哦。安尼愈讲就愈爱看。哦，请问你感觉家己敢有适合做街头访问的主持人？我感觉我对这个工作真有兴趣，因为我看到阿慧进前已经访问真侪人啊，嘿通常拢是讲一寡无戏啥好笑的，毋过无营养的，无营养的。毋过我感觉真，真，我感觉真特别的内容，就是可能有真侪 VTuber 会伫伊的直播讲台语，因为会惊观众听无，就会伫你的访问讲较济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影响到机会，哦，罕得有个机会。我感觉我会使问一看，其实今仔日逐位参加者拢是女性，其实会使问女性一寡问题，像最近的新闻高啥性骚扰的，讲车站这个新闻，新闻有啥物有啥物想要讲的，就会使较安心讲安尼。也是6月是冬至9月，嘛会使问一寡像 LGBT+ 相关的 VTuber 问题。我家己是 lesbian， 我感觉会使问更较济单位会想要讲的内容。了解。有人讲哎，这敢是啥物官武的头套？啥物官武？你要讲嘛是讲礼部？嘿。我有听讲，今仔日参加的人拢会领到无官武。所以我是来参加。竟然是因为安尼，毋是哦，无哦。嘿，有人讲性骚扰，买人讲高刷，对。嘿。对。哦，好，若准真正，啥物今日参加拢有领500，无500，嘛无便当，拢无。有。员工餐。无哦，我拢无咧食饭，所以嘛无员工餐哦。员工宿舍。嘛无，愈来愈寒嘛哦。好啦，若准你真正有变做街头访问的主持人，安尼小妹问讲，若准有来宾伊伫约好要录影的迄天，伊常就无消无息嘛无出现，你会安怎处理？我应该会先敲伊的 Discord 联络，也是 Twitter 找伊，因为对方可能临时有代志会敲我，咱若是咱的时间会符，就会使等伊。若是大家时间较无方便，就改时间。若是后壁的访问名单，阁真济
可能就甲对方会死咧，也会有机会才甲伊访问。啊，我感觉主持人诶工课就袂使期待，逐项拢对着计划来行，就可能爱调整家己的心态。来宾若是无来，嘛会使安排其他工课，可能别的计划也是必安。嘿，比如讲，就开始拍练头，还是哦，所以你头拄仔是讲，是对方临时人无出现，啊，你会甲伊回信咧，讲后回才甲你访问。若是无，若是后壁的访问名单个，才会回事咧。哦，你是讲后壁迄个排队人伤济，啊，着讲无法度甲伊访问。嘿，啊，若是无真济，就会先改时间啦。了解了解，嘿，啥物啦？今日参加的人只要传一张 PNG 互会记就请你食饭，无即种代志。可是我别讲，知影。无卖我白知影，无即种代志。啊，若是来问一寡迄个较歹回答的问题啊，若是后摆，若是你甲伙计咧合作的时阵，意见无共，哦，可能是决定访问的题目啊，还是迄个咧选择访问的来宾啊，哦，若是拄着甲我意见无共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做？可能就先先甲我拍，喂，莫飞啊！你搁拍咧头？大家敢有学着？若是面前的人问你即种问题的时阵，我着赢。赢 ，OK。我啦，应该会，若是意见无相共的时阵，可能会使先甲我会考虑拢讲看觅，会使讨论。讲看觅，先讲一段。先讲诶，讲看觅。哦，对，哦。看啥会使对说服对方啊。嘿，嘿啊。讲好破，敢是安尼？哦。开始我会带。无，当你学。袂要紧，今日你穿安尼，我嘛是毋敢讲啥，无小等个飞起来。好啊，来问一寡较敏感的问题哈。迄个，你敢有认同单火子的角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？哦，这袂使问我，爱问你的角，爱尊重伊的自由意志。你敢知影要安怎问你的角的意见？你敢知？我毋知呢，我尊重我的角的主体性就对啊。嘿，对，你爱跋杯，跋到圣杯，就会使来甲伊爬落来。啊，若是拢圣杯就会使爬落来。对，啊，若是拢笑杯，就是伊无欢喜啊，阮就爱来投票，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，爱尊重大家的民意。啊，若是有通过，每一个观众就会使排队来领你的奖，因为每一个月拢会再新。嘿，我保证，大家爱相信。连我都无相信。哇，这。今仔日毋若，哇，啥物意思？我的敢有甲我的身体拍一个，啊拍啥啦？拍输得走哦，应该毋是安尼讲啦。
应该是讲迄个，若阵我破病的时阵，我的2种病毒会拍，啊拍了输的就会倒去我的角顶面，就会占我的角。好，莫安尼，歹势，搁咧黑白讲话啊。无咱来问上困难的问题。我不爱数学题。这应该甲数学无关系啦，这个，我嘛毋知影敢有关系呢，我数学嘛无好呢，嘿，你有2粒毋知影啥物成本的2，啊，你人伫101大楼，即摆咱要知影即种2结价当为几楼弹落去拢袂破，你会安怎做？人都不会破，嘿，人就是都不会破。结价到偌悬袂破。安尼感觉会使摕来温度试呢。你都毋知影迄啥物成本？无一定是是无发生有。啊，万一扑出来是迄个超级大家纸，你要安怎？安尼就会当送互别人，送互花枝。我毋是别人呢，是花枝哦。哇，是吉家，讲毋对，吉家。OK， 哇，遮好，搁送礼物，人来就好啊，哪会遮客气？哦，送互我上尊重的主持人，对。尊重伫倒位看袂出来。反正伊会变成 VTuber， 甲伊做街头访问。多谢，伊会变做，就是迄个今仔日面试3位，面试了后，结果3位拢无录取，结果录取着迄个毋知影啥物2内底浮出来的加纸 VTuber。对。即种街头访问无人要看啦。敢安尼，我感觉真侪人想要看的。哈？你想要？你想要看？你想要看加纸 VTuber？ 嘿对，大家会使伫开讲时拍加一。就是你要叫大家拍加纸 emoji， 我想讲着爱安尼哦。嘛是会使，袂使啦，袂使。我是知影有低度的 VTuber 啦，加纸的我较无看过。哦，加纸有啊，人啊识啊。我会记得有一个。哪识的啊？粉人啊识粉人啊的加纸。识的加纸。哦。哦。即现在加纸，第二条那边呢？人讲有当时啊，鸟味的加纸头会向变足大，对啊。你头一下就像哇，足紧的、足恐怖的，袂输加纸要冲过来。是安怎要穿安尼来面试咧？是安怎咧？这好，这是我的穿衣自由。哦，好啦，那但是无甲我通过，你就是哇甲我歧视。哇，敢是安尼？敢是安尼？是加纸。哦，加纸工会会通告你。会当检举就对啊。嘿，对。大家爱注意，就是迄个咱即个咧面试的时阵，袂当歧视哦，袂当因为人的性别啦，还是因为人穿啥物衫，就无爱甲人录取哦。哇，大家拢学着啊，好，迄个上尾请问，你敢有啥物问题想要甲我问的？我想要问，你认为如何主持人是
互保较好，也是想法相共较好。哦，这问题有意思呢。哦，你是讲？因为你问某哪问题，你问伊会晓假片，也是联络受访者。我就想讲，伊想要找的人是安怎？你问这个问题的时机嘛足好诶，因为拄啊好就是我甲大家问的拢问了啊，所以大家嘛无都解答案啊，所以即马回答这个问题嘛，袂讲造成无公平啊是安怎？嘿，好，安尼我就好好来回答。嘿，其实我是感觉，互补较好，嘿，因为其实讲较白的，就是若准我找一个甲我基本上相共的人来做，其实。对我来讲，我家己做就好啊。对对方来讲嘛，是伊家己做就好啊。就是我无需要个安怎，我无需要特别甲伊合作，还是甲伊开时间联络沟通。其实都无需要，若是找一个甲我想法接近啊，能力嘛相共的人，安尼其实就要安怎讲，无法度发挥迄个两个人加起来的力量啦。嘿。所以我是确实是感觉讲，我是想要找。其实，顶回看履历的时阵，应该嘛是小可有讲到，就是我其实有想要找做会当做我做袂到的代志的人，嘿，对。啊，拄好三位拢有我做袂到的代志，是的。哦。来如此。对。人讲互补的可塑性比较高，嘿，对，就是想讲，这就是两个人会当互相做一寡对方做袂到的代志，安尼较好。嘿，所以头拄仔问某娜讲，敢会晓加片遐个问题，其实嘛算是想要知影讲，若准伊家己拢会晓，其实伊就反正伊会当做甲比我较好。嘿，毋过若准讲是我凊彩记咧。若准找到一个会晓讲韩国话哦，我袂晓讲，毋过伊袂晓加片，所以伊无法度做街头访问的人哦，安尼就变做是即个合作对我来讲，伊会当替我完成我做袂到的代志，我嘛会当替伊完成伊做袂到的代志，嘿，我就会感觉安尼就真有意义。所以其实我嘛毋若是做街头访问，就是平常时做各种的合作的时阵。其实应该嘛，加减拢会考虑到即种代志啊。嘿，毋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，多谢。嘿，罗世志就足认真咧回答。嘿，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若是问议题的代志啊，还是问个人的经验啊，即种大家人的经验拢做无共的代志，所以就会变做是，一定拢有足侪。代志是别人做会到，我做袂到的，因为大家人生命的经验无共嘛，嘿，所以这个拢一定会拢有迄个料想袂到的这个火星会走出来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，对，所以这嘛是我甲人合作做好耍的所在，做袂到的代志，像讲家己落来，毋是安尼。好啦，嘿，安尼多谢鸟味果水今日来接受我的面试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安尼大家嘛，互鸟味果水一下，噗一声，你搁要陪啊你？拜拜。你有啥要宣传的无？你宣传的，我最近看到真侪 V Twitter 的讨论，我看到就想讲啊惨啊！这讲的就是我伫拢无直播啊，影片拢无真济，就伫咧 Twitter 写里破文写了啊，无真有咧准备出海行，应该今年就会有直播，嘿嘿，会伫 LGBTQ+ 的。重要节日放送，大家会使先订
一定有我的频道。哦，所以有甲大家约好今年嘿嘿，哦，有会甲大家使先看卖性别这里有多几个。哦，大家当约看卖看是倒一个甲性别有关系节日，会看到你的初海是的对啊。对对对。哦，啊，迄个若有约着，敢有奖金？奖金会使找会记的哈啦， 500万的欧元。干嘛呢？对对对。我今日无摆遮的预算呢。啊，我今年的预算拢要袂心，毋是啦，开始我袂讲话啊，系啊，咱扑啊声，互鸟咪鼓吹，我互人赶走。拜拜拜拜。好啦，安尼，咱就先甲迄个今日请假做鼓吹的鸟咪鼓吹，再会。再会，耶，再再会。会。哇，足精彩的呢！啊，开台开咧，就是定着的黑白讲话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啊，我会跳无去啊啦，咱呢？啊，好，我知。好来，安尼咱转来。好，大家我的声差不多要无声，来安尼，大家有听到我即个鼻水的声？有人讲做爱听主播流鼻的，也是也应该无拍卡就通听，啊有流鼻的当听，有买迄个塔斯卡路的，好啦，凊彩啦，随在恁啦。恁若真有遮尔变态，我嘛是替恁无法。拄着即种变态，就是甲伊骂嘛无效，甲伊骂伊嘛足欢喜的。毋是今日咱会变骂倒台啦。好，CC 阿良，阿慢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看，敢是最后一个啊？对，无毋对，拄好互你看到头拄访问最后一位朋友啊，所以咱嘛差不多通好来休困，嘿，我一下要倒啊。今日咱会遮尔啊凄惨啊！安尼今日有流鼻无有嘛？通常嘛拢无有嘛。我当时有咧，互大家有嘛的，一直拢无好无？敢会当录落来做乱情啊？我嘛是替恁无法，莫互我知影好无？奖品是只加纸，无即种奖品。再会，好啦，差不多今仔要来甲大家讲再会。来，要讲阿曼再会，会当开始热手还是安怎的？我来甲大家。讲的就通好来，对，明仔载搁要上班。我明仔载上班搁要讲话，我敢真有办法，我敢好话袂晓讲，我敢真正有办法去上班，我嘛毋知，还是至少是爱过。好啦，好，安尼咱就讲再会啊吼。建东老师再会暗安，有先抓再会暗安，有鸟咪果水再会暗安。有阿莲再会暗安，有茵茵暗安再会暗安，送大家食有嘛，无遐好，无即种预算，嘿嘿。Stitch Blue 再会暗安，有阿甘再会暗安，你这打来，不要紧啊，若无看够开会当波动，哎呦，我的鼻水，嘿。老沙再会阿曼，有莫娜再会阿曼，大家拢出赞的。对啊，今日来参与的3位朋友拢讲甲介好。面对我一寡迄个无理取闹的问题，嘛是回答甲真好。所以先看保重身体好，我会小等一下就开始莫讲话，好好搁困一下。希望再会阿曼，较早休困好，大家阿曼，搁有要安怎甲你叫咧，Q Love，敢袂当叫你 Q Love，
9 love 阿曼再会阿曼，还有较保重，还有会保重。好的安尼，后礼拜哪有可能要来访问咱的玉家，咱后礼拜请去你准时收看。好，我包都搁继续。